为了要表扬济古迹的管理者甲经营者长期以来对文化资产的用心维护，文化部文资局今日举办古迹维护的颁奖典礼，对13个古迹建筑内面选出4个优良个案，希望会当成做古迹维护和活化优质建本。咱嘛个聪明摸拄到，也差千是千呢。 电视剧地金演的是新竹北部地业的黄金岁月，这个场景拢是伫强阿新洋楼拍的。这个古迹伫1946年起造，用来接待外国贵宾。后来强阿新事业破产，抵押给银行。50年后，家族后代才甲重新买回来，甲征收过，咱才有通好伫电视剧了解北部地业的历史。江阿新先生他盖的这栋房子呢，留下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硬体的资产，跟他过去创造的这些。 茶叶的历史，拍的茶经出来，就茶经拍出来以后呢，大为轰动，所以我们很幸运的，江西洋楼变成这个很出名的古迹。洋楼经过家族6年用心修复，才恢复做原底的模样。拜高受文资局的表扬，奉选做古迹维护的优良个案之一。另外，更有侪游客拢会去踅高雄战二库、战21库，这是日本时代保留高档的建筑，即马活化来支持在地少年的创业，嘛是外地人了解高雄港历史的重要基地。我们就是吸引在地的这个伙伴、创业的伙伴，愿意加入我们，大家共同守护，也提供了这些服务很好的餐点，诉说我们自己在地的历史。 112年的古迹维护入选的个案总共有13个，对这当中选出4个优良个案，除了强阿新洋楼含战1库、战21库，另外更有家己市立美术馆和台南的后壁加古厝。要安怎修理？用什么材质？用什么工法？拢有一寡的程序规定。咱选出着这优良个户，因这所有权人，甲所有的管理机关，能够甲表扬，能作为一个全民文化资产的这个表率。文资局每2年办一届古迹维护的评鉴和颁奖，除了是鼓励文资管理者的用心，文资局嘛希望透过这个例，会当成做济老建筑未来维护和活化优质建本。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